今日用咗喺韓印紅有售嘅冷凍熟鮑魚，呢款產品好方便，只需要沖洗下就可以直接攞嚟用。將鮑魚肉取出嚟之後，將鮑魚嘅肝臟團分開備用。左邊綠色嘅係公，右邊淡黃色係乸。用鮑魚殼煮清湯底，喺鮑魚肉上好似咁樣界幾刀。用牛油將鮑魚煎至金黃色，煎好後切成一片片。依家製作鮑魚乾醬，先放1匙燒酒、半匙芝麻油，攪碎撈勻做醬。依家分享拋浸韓國乾海帶嘅技巧，先放入清水拋浸30秒，之後離水靜置10分鐘，等水分慢慢吸收。喺鍋度加入1匙芝麻油，放入鮑魚乾醬，細火炒香後加埋海帶一齊炒。略炒後再放入鮑魚肉混炒，將鮑魚殼拎走。加入啱啱炒好嘅材料一齊煮湯，煮滾後進行調味，加入5克蒜蓉、1匙吞拿魚露、1匙半鹽，攪拌均勻就完成。